妹妹带咱们把客栈全面化，行业面的都能客栈全面化，每天一个度结构，买点一个度发结构，发结构，每天度落结构，每天度落结构，每天度100个，每天度100个，每天100个，100个，100个，每天1个度发结构，发结构，每天度落结构，每天100个，100个，每天1个度发结构，30股，一股的30股，每天度落结构60股，60个就是股，每天度100个，100股，100个100股，每天1个度发结构，每天度落结构，每天100个100股。要足球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啦啦。